长钱，你飘了呀！你挣了点钱，你就敢来夜店消费啊？啊？你还玩 cosplay？ 陈楚楚纪人大典上，天降祥日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好困啊！当编剧可真难。写完稿子就是睡得踏实。长钱，你飘了呀！你挣了点钱，你就敢来夜店消费啊？啊？你还玩 cosplay？ 起来起来，赶紧起来！三公主醒了，摔酒杯呢。事多了不怕呀！不行的，不行的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这得。给三公主问安，谢谢三公主惠顾。大家多少钱啊？小的一曲千金，小的一曲900，小的一曲800。但是三公主您想听曲的话，以前小的通通免费。免费？不是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三公主？三公主？我看一下啊。不会这么巧吧？莲花镯配铃铛。这是我剧本里教坊司的乐人才有的配饰啊！难道这里是？哎，公主。这个梦好眼熟啊！我写的。我卡在自己写的剧本里了。我居然变成了还原成三公主陈芊芊，管自己叫三公主的陈芊芊。
就是那个街头抢亲，结果大婚当日就被男主韩硕一杯毒酒送上西天，第3集就领了盒饭的女炮灰。现在是第几集？第几集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现在故事发展到哪里了？故事什么意思？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媳妇到了。喜福？哎，我的三公主哎，今天可是您大婚的日子，小的们是紧赶慢赶才做出来的满袖飘金的喜服，快试试合不合身？第3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拿走，这不是喜服，这是丧服，而且我是不会跟韩硕大婚的。他这个扫把星，我得离得越远越好。拿走。不是这